掌握即时的路况，唔通疲劳驾驶，唔通啉酒开车。交通部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1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头先，咱来关心今日发生什么款大代志。中国国台办承认中国有掠李明基用着违反国家安全界掠起来，目前等待审判。高雄环保局利用缩时的摄影抓到工厂伫咧倒排放废水，也要求工厂来停业。台湾南边境的会所，过来创新关咯，来到80.7岁，不过上关甲上低关市是差别8岁。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咱台湾人出外安全。屏东邦寮的乡政顾问李明基8月20日时阵去到中国，说伫深圳来失去联络。今日中国国台办也证明讲，李明基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目前该抓起来等咧审查。邦寮乡长陈阿玲也表示讲，李明基伫咧德科上班，兼做无益，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意人，唔知中国为虾米要甲伊抓。发生这款的代志，咱政府相关单位也等咧积极处理。据我们了解李梦居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已被依法审查谢谢。屏东县邦寮乡公所顾问李明基8月18到香港，20号向雄雄失去消息。中国国台办11号证实，李明基正在中国接受审查，按过涉及罪名加拘禁地点无进一步说明。陆方应立即就李梦居先生目前遭限制人身自由之关押地点，以及他所涉及违反的法令，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等相关事项，要进行完整的说明。农委会表示，强烈遗憾强调3摆向中国相关部门询问，不过中国拢无对台湾甲家属通报说明，严正呼吁中国爱妥善处理。总统府也声明表示高度关切，会以确保李明基人身安全甲相关权益，投入各项必要协助。邦寮乡长李家林甲李明基是熟悉10多年的好朋友，伊表示李明基伫德科上班，经营代理科技产品到台湾甲中国，只是一个小生意人，爱交朋友，不过无特别参加政治活动，唔知为什么会被拘留。我知道他过去有在美国留过学，那也从事很多商务行销的工作，在这个部分他有他的专业，所以我们在5月的时候特别聘请他来担任本乡的乡政顾问。网络上有人自称是李明基的朋友，表示19号早起，李明基为香港深圳南山讲生意，两人中到伫福田食饭。下晡坐计程车去买电池，20号早起也阁以微信问一寡产品的生产商。但阿玲也证实这份行程内容该知影的同款。李明基18号到香港，才因为好奇外出看反送中情形，最后改联络，同款是20号早起。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家属也非常的担忧跟担心，但是也积极配合我们的政府的安排去做相关该有的一些措施，尽快来协助处理，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不要人沦为下一个李明哲一样2017年关心中国人权的李明德也伫中国香港失踪，随后遭到审判入监。为了避免李明基成为第一个李明德，家属低调无缘加讲，除了台湾政府单位，海基会也表示会积极协助，呼吁中国依照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甲司法合作协议，保障李明基合法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大家拢关心到过歌王这3个人，敢有人要出来选呢？在今日透早，郭台铭甲郭文德也做伙到新竹的城隍庙参拜，郭董也随后赶返台北送月饼给王金平。因2个人拢讲，人民的利益是大过党的利益。这句话袂输要讲给国民听，国民党听同款。
选伫中秋进前，郭台铭、郭文哲再度合体，早起6点就去新店城隍庙参拜，两个人搁专工走去点心搭，食新竹米粉。郭台铭当场将西米露的外套加尼古带脱落来，大喙食米粉。过歌母婴当中合体，宣告中秋起义意思真明显。要选不选，当事人来讲就好了。他总干事是吗？蔡壁如应该会去帮忙的，但是总干事在讲吧。其实我跟你讲哦，很多东西又每次说顺其自然这样子，顺其自然啦，但是也要尽力的。过歌合体，连电因有副党孙明志嘛对伫边仔挺郭台铭。了后，郭台铭搁炸月饼亲身去郭文哲的爸母厝里拜访。月饼盒内面有夹不忘初衷、为国为民的纸条啊，看得出来郭台铭对自控强烈的企图心。就是说呢，在家里，这就是台湾的勒手。壁如可以来帮你选举，他说 OK。那我们现在送月饼，生日快乐！拜访完郭文哲的爸母，郭台铭搁随歌登来台北，亲身将月饼送给王金平。内面夹的纸条也是写不忘初衷、上天之路、顺应因缘。王金平嘛当场回送一顶目前上时行的顺德宫的帽啊，祝福郭台铭夺冠。这个国家及人民各种利益都要在党之上，这是我们共同的理念。4年以后啊，选不对人的话呢，台湾照样的存轮下去。人民利益必须重于这个任何一些党的旨意啊。所以说，我们大家理念相同，国家这个在转型，把6师的在改正的过程中，院长今天一定可以发挥他最大的影响力跟最大的经验，替国家呢的发展未来发展注入一份新的生命啊。2020大选，过歌王隔壁的合作愈来愈清楚。中秋起义非做不可，郭台铭参选起跑的哔哔声随时拢会响起。记者综合报道。也因为总统选举特别到了，真侪首长拢有真侪动作。台北市长郭文哲今仔日到市政会来报告，也予哪里的议员改洗面。王世坚就讲，郭文哲甲台北市政府当作是民众党的中央党部，公器中央。国民党议员陈仲文也甲郭文哲讲，爱以台北市政为重。郭文哲伫咧创立民众党了后，头一届去议会质询，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超工送伊一副刀啊签码，借口倒写讲郭文哲食人狗狗，公器动用。台北市政府变做民众党中央党部，互人是看甲硬气。市府、联合医院、民众党、府院党一家亲，对市政资源这么肆无忌惮，巧取豪夺啊！可是名副其实的吃人够够，家人够够啦。为着要抵制郭文哲，议员随也出步，还有人准备月饼送予郭文哲，改发声。台北的未来伫你的手里，爱郭文哲以市政为重。送你一句话啦，台北市民的话，我把它打开哈。台北的未来在手中，在你的手中，希望市长你要全心施政。因为不管郭文哲党政不分，哪里的议员做伙抵制，就是要让郭文哲完成市政的报告。而且议员阁针对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质疑，伊无用民众党的事务，阁走去中选会关心总统联署的代志，要求伊一甲市府顾问的职务来辞掉。请蔡碧如辞掉市府顾问，凭什么要由我们台北市政府来发薪水，让蔡碧如来做台湾民众党的工作呢？好意思吗？请蔡碧如顾问，今天市长你报告的时候就宣布他退出、辞职、离职。面对议员3炮2炮，郭文哲嘛是有准备，强调讲一切拢依法来行政。公务员啊，包括政务官啊，我们原则上都会依法行政的哈，该请假的一定会请假的。那我也跟他们讲说哈，如果在时间上不能处理的，那该辞的要辞的。这个我还是会依法行政的哈。郭文哲是台北市长，阁是民众党的主席。政党甲市府界线要安怎存在？因为郭文哲的一举一动，外界拢特别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天下杂志写讲，是市政满意度吊车尾市长。在今仔日，民进党立委甲议员也来到高雄市政府，要求韩国瑜来实现讲，若准是做无好，就会罢免家己的话。韩国瑜煞雄雄来出现，证人甲伊是一句来一句去。另外，韩国瑜也伫昨讲，丁守中伫咧选台北市长的时阵，伤过自卑。韩国瑜也解释讲，只是比如尔，无攻击的意思。讲完了没有？讲完了没有？讲完到里面喝咖啡，来。原本应该是咧主持会议的高雄市长韩国瑜雄雄出现，引起大家讨论。因为伊直接来找当地召开记者会，要甲伊罢免的民进党立委还有议员。韩国瑜讲来者拢是人客，请对方去红山办公室以内嘉宾听一个，好好讲一个。啊，毋过过程当中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你自己说过的，做的不好的话，你自己骂你自己。你的回答是什么？讲完了没有？做的不好，我会罢免我自己。我再重申一遍，我会罢免我自己。市民朋友如果对我们的团队认为打拼的不够，努力不够，我当然可以罢免我自己。为什么不行？台湾民主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就从我身上开始，没有问题。韩国瑜讲，若是真正做无好，家己罢免家己嘛无问题。啊，毋过立院的民意代表要求伊直接辞职来负责，却无得到正面的回应。双方虽人讲虽人的，韩国瑜嘛回呛讲，旧市府负责累累，和新市府真拍拼去补，而且嘛强调讲民调的结果伊接受，嘛承认讲市政府阁有爱检讨的空间。上后尾用伊爱开会来做理由离开现场，啊，毋过还是有议员一直伫大声喊口号。高雄完蛋，市政零蛋。不离个韩国瑜无受到影响，继续走行程。电脑是对前一暗去台北参加立场服务促进会授证典礼，去用积极批评前立委丁守中的这个代志，看起来伊较要紧这个部分。完全没有对丁守中委员不礼貌的意思，完全没有。这是比喻选举的过程刚开始，大家这么肯定他，最后被一连串的抹黑、重伤、扭曲。韩国瑜呼吁外界爱甲伊的讲法看清楚，唔通斩头断尾，那就是讲，佮惊引起风波。学党内已经坎坎坷坷的整合之路，佮加一个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昨个时阵，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讲，高铁要通到屏东的计划，也提出4条路线方案进行审查。不过，这个经费尚无爱500亿，外界烦恼讲高铁基金是无都付较够，也互高铁的估价连续半两天。学者也认为讲，高铁屏东站转运量若是无评估过，可能会比彰化站更较惨。彰化高铁站平常时坐车的人无介济，根据统计，彰化站是全台湾出入人次上少的高铁站。这3个月来，大9月进出站的人次差不多伫57000人次到6万人次左右，平均每天较无2000人次。来4次啊。您觉得彰化站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对，因为还是有它的便利性。即摆行政院确定高铁延伸到屏东，虽然铁道局有估民国130年了后，高铁屏东站的入站量差不多4000至4500人次，但是学者认为这款的运量高伤悬。等1个小时1班到6块错，还是我到左营可以有1个小时4班到7班的这个车子，就每一班车都会到屏东？我想不会的，这个就像彰化或者是苗栗一样，可能1个小时才会有1班车。对外界指记未来高铁屏东站效益无够，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这都是误会。云林或彰化，它的效益还不够，那是因为停的班次少。高铁1年的盈余已经破100亿，这个在盖高铁的时候，很多人也说是会成为废铁，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比较属于见树不见林的观点。国家对于建设考虑的都不只是在于什么时候回本，而是在于这个建设是不是公平对待国人。虽然行政院真有信心，但是因为目前路线规划、财务调度和工程兴建都还未定案，至少500亿起跳的兴建经费已经和高铁估价落2天，拜三上价落价35块外，如何将近4%？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咱国产车所使用的进口原因，税率拍算要来调降，按算对17%半要降到8%半。汽车产业工会也表示讲，无排除会来争取降到免税率。不过经济部工业局表示讲，税率是一定会调降，不过降偌济，汽车这厂商还佫伫咧协商。另外，也有国内现金的业者也表示讲，若准是降伤济，对国家内面现金的研发制造是有歹无好。
8月进口车正式未超过国产车，市占率到53.9%，创下历史新高。顶半年的销量连续4年减少，为着要救国产车，政府打算要提出对策。国产车使用进口燃料税率由今卖17.5%减半到8.5%，甚至是要取消。不过为着要保护国产燃料的研发制造，税率关系各大车厂意见不同，各地整合。降税是一定会降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跟车厂谈，车厂的意见并没有很一致啊。有做引擎的那个华擎啊，像裕隆、中华华擎，他们就希望高一点啊。进口零件来组装的人，他就希望低一点。全台上大的造车厂国瑞汽车表示，国产车规模较小，关键汽车零组件拢外口进口。按原定进口关税到17.5%，差不多是规台车的进口关税。若是国产车汽车零组件关税调降，嘛会降低国产车的生产成本。一定会有比较有竞争力的，因为它对我们的关税要缴给政府的税金，大概会影响2000多块到3000块钱左右的税金，也就是说一台车啦，降到0当然是最好，降到0那就可以影响4、5千块。不过，大部分民众认为，目前国产车的计销卡不到就破100万，若是原定进口关税降低，都应该反映在计销。现在的国产车车价偏高，现在动辄近100万。很正常。如果引擎税下降，要反映在车价上面，并不是反映在厂商上面。他们有他们其他的成本、消费的考量，但是消费者权益还是尽量可以顾到了。另外，机车白牌105cc 以下机车，税率上可能拍对半，比较其他民生的必需品，超过10%左右。经济部工业局表示，已经有听业者甲财政部意见，预计20天内底完成初步的调查报告，上紧今年底明年初就会当适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抗议交通部甲 Uber 驾驶考计程车牌日期会使延卡后壁，今日透早有上千台计程车包围行政院，目的就是要来表达抗议。早起8点，加清台客停车甲行政院头前包围起来，中孝东路嘛去予客停车钱甲叉，警方嘛出动告示，要求车队唔通甲车路占掉咧。伫定江街路口，真侪警方嘛徛伫路口指挥，才勉强扭出一条车道，予其他的车来通过。我们政府为什么容许非法继续这样很不应该啦！一天可以跑2、3千块，现在1000多块啊！嘉庆的客停车来遮是为着要抗议，原本定伫咧10月初6要开始执法的103条款，也就是 Uber 条款。所以因为 Uber 的驾驶表示，要报考客停车职业登记照的张处报告无法度来考，交通部决定要互因考照压缩比的时间。这件代志嘛引起客停车业者不满，包围行政院来抗议。他前面都不报名，不参加考试，然后在最后1个月的时候才跟你说。他考试来不及，那如果说交通部可以用这样的理由继续延长非法营运的期间，那不是就是在告诉大家，其实非法业者是有权利可以一再要求非法营运。计程车产业协会指期，Uber条款对6月份公告到今，已经予因4个月时间。美国交通部是为着要维护 Uber 这暂停条款。报考的已经有6000名，我们是尽力的去考，努力的去考。目前拿到执证是2000多人，大概还有1万名没有拿到执证。Uber 自救会强调讲，会全力配合政府的政策，希望讲会当人合法且嘛合法。希望交通部加开张处，给予因时间。照目前的张处，无法度予正万的 Uber 驾驶专做合法的。对，10月6号还是会执法，只是我们针对有一些那个驾驶朋友他还没有完成职业登记，所以我们交通部才会来研议，要给予有一定期间的辅导期。交通部是强调讲，10月初6 Uber 条款嘛是照常开始，不过因为要予有转型意愿的 Uber 驾驶考照的时间，所以要如何执法处罚配套措施嘛，搁伫研究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个人看到台湾乌线路，而且这回看到的是伫玉山南二段的山屋来翕到的，有可能是讲爬山的人，甲这食剩的物件无炸走，才会乘这乌线出来撬物件、找物件食。专家也表示讲，最近接看到乌线出现，拢是受到人类影响，改变因找食行为。
山屋内面晓甲乱七八糟，铁轨也互人拍开，物件嘛散甲规裤骹，一世界拢互人破坏。食了的酱料含罐头也甲一世界，到底是啥物人破坏的？清楚的卡印，还有一步一步乌色的白写物，有关处证实都是台湾乌熊。在山屋里面来出没的话，那可能跟游客的一个行为有关系，包括游客把食物啦放在山屋里面，或是厨余，他没有带下山，那引发黑熊来觅食。有关处表示，乌熊的片仔真赖，搁再加上即马山顶欠食物，山屋若是有食物件无保存好，也是粪扫喷无早走，就会定定发生乌熊走入来，嘛含人类的活动范围发生冲突。最近包括6月份伫台东的五鹿国小和花莲竹溪乡的清水林道，7月伫花莲的南安登山口，以及9月的玉山国家公园南二段。那区因西山屋都有发现乌熊，但是专家研判应该属于无共族群。那如果是在花莲、台东这一带的话，花莲主要是花莲啊，花莲的话，它可能就是另外北部的一个黑熊族群，所以台东的话，就是刚才是跟中央山脉南端比较同一个族群的一个归属这样。专家表示，中央山脉南边属于乌熊族群稳定的区域。根据有关处的统计，全台湾差不多有600只乌熊，其中玉山就占240至300只，全台湾密度上悬。包括2月份的塔车南子山溪保育研究站、鹿林小屋，4月的大铁山到林子山步道，7月伫瓦拉米步道口都有发现，显示这个时间点乌熊活动了真活跳。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环保局最近发现一间做大理石的加工厂有偷排废水的情形，而且利用一个缩时摄影机连续翕4天，也掌握到充分的证据，遂要求工厂来停工。旧零色的垃圾水排落去水沟啊！环保局怀疑讲是这间厂房为着避免拍青镜，来到一个缩时摄影机，设定为10秒钟翕一张相片，连续到4天了，发现业者自早起到暗时拢伫偷排垃圾水。水务法里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列管事业，那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列管事业，必须要它的一个水量的排放要20吨，那所以我们透过缩时摄影，我们去估算说这个行业它这个排放实际上有达到每天20吨。环保局表示，缩时摄影会当精准地记录到偷排水的时间，而且用排水的时间来算，嘛会当掌握业者一天偷排水超过20吨，已经会当列管，而且适合用伫咧水务法。这届红沙溪变做牛零色的，去溪查的时阵，业者原本阁想要反驳，啊，毋过证据会讲话。你看这个其实还是进来。没有，我们那边有用过滤。你看那个没有过滤完全进来。证据就藏伫咧面头前，这间大理石的加工厂落尾总算是承认，要甲切大理石加工制造的垃圾水处理过，就排去厂外水沟啊，搁来依水务法订定相关规定来处罚，上济会当罚2000万的罚金，而且为着避免红山溪继续去互污染，嘛预计伫年底的时阵，甲红山溪部分的区段公告做水污染风地区，若是有偷排垃圾水，就会当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宜联集团所开发的高雄异乡天地商场，打算在明年春天的时阵要来开幕。所有民众发现讲，在商场头前就是高雄真有名的树荫大道，头前的行道树拢放错起来，也有人甲规丛树啊扣起来。包厢讲是有经过市政府的同意，不过市政府也出来驳回，究竟是虾米款的情形？咱做回来看。同少有4楼悬的树啊，红剃头，边仔怪兽嘛将树茎挖掉，这个将树啊撒到倒，大顺路是高雄市有名的林荫大道，树啊向红挖掉，附近的住户向护树团体投诉，但现场工人讲有向市府申请同意。你有去申请啊？你有去申请哦？你申请管才会当学。规排树啊已经挖掉2丛，剩7丛嘛红剃头。市府证实边仔的异想天地购物广场为着整体景观设计，向都市计划委员会申请刷树，但护树团队批评，这种做法根本是害死树啊，而且建到离路边够20公尺，无需要破坏大顺路路树的整体性。大巨蛋在移植的时候引起很多争议，但是他们移植树木的时候，叶子一片都没有剪，然后他们的树头那个土球做的超级大，所以移过去之后，整个树形都还是完整的。他确实他在做施工的时候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修剪的行为，或这边我们会做一个严以做一个处罚。市府强调会依法规开发，严重的减价会使出新台票2万块以上、10万块以下。但护树团队希望审查委员卖个凊彩，就为着这段的开发刷走路树。记者王家川、面交款各样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就回来看好真。美国 CNN 讲，美国总统川普因为泄露证据，可能害着间谍的身份来逼坑，引起危险。所以美国在2017年成功撤离一个伫罗西亚总统普廷身躯边的间谍。罗西亚官方也否认这个行为，认为美国是伫咧乱转。美国现任的国务卿蓬佩奥也批评 CNN 是伫咧乱报。CNN 7月独家报道指出，2017年5月10日，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接见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和迄当阵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利亚克时透露，由以色列提供牵涉到伊斯兰国 ISIS 敏感的情报资料。虽然和俄国间谍无直接的关联，但是川普管不掉家己嘴的行为，让美国情报部门真烦恼。川普嘛可能伫咧和普廷见面的时阵漏泄机密资讯，造成间谍的身份见光，所以决定了后替离改名安排伫俄国的高阶间谍。当事人拉夫罗夫伫7日时表示，迄当阵无讲到任何机密。Никто в ходе этой беседы никому ника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ли даже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екретов не выдавал. CNN 指出，该名由美国中情局 CIA 伫咧10月当前吸收的间谍，伫俄国政府的官位积极高升，最后会当直探总统普廷，甚至讲会当翕到普廷办公桌顶悬的机密文件，佮提供可靠的证据。2016年介入美国总统大选，就是普廷亲自下令。俄国媒体报道，该名间谍有可能名号做奥利格斯·莫连科夫。克里姆林宫嘛证实，迄当阵伫政府部门做工课，确实是有这个人，但是伫咧几当前已经被开除，而且工课嘛和普廷无直接的关系。佮批评 CNN 的报道是假设的消息情节。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СМИ о том, кто кого экстренно вывозил, от кого спасал и так далее, это, сами понимаете, такой жанр, скорее, pulp fiction. 但是美国媒体引用联邦调查局 FBI 的消息，找到住伫咧维吉尼亚州，敢若是斯莫连科夫的徛家，毋过报道证实，白宫是指责 CNN 的报道不实在，就连迄当阵任 CIA 局长的现任国务卿蓬佩奥嘛表示，这篇报道完全错误。And I won't say anything more about it. I know the CIA put out a statement. Suffice to say that the reporting there is factually wrong. 目一年，美国明年阁要进行总统大选，不管这篇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为着要阻止甘污选举的事件搁再发生，美国各国之间一定会展开更加激烈的情报攻防。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仔日甲伊内阁人员来调动，其中有13个人拢是新的，其中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后生小泉进次郎也担任环境部门的首长。接落来，咱来看日本甲韩国的问题。日本日前限制半导体产业关键材料出口到南韩，南韩政府也在今仔日正式向 WTO 提出申诉，认为日本是因为自前征求南韩工人，包括日本企业必须爱赔偿，才限制对日本韩国来出口。日本今年7月初开始，针对半导体产业的重要3项原料，对南韩进行出口限制，了佮甲南韩为贸易优待名单内第3除。在双方展开贸易战了后，南韩政府11号正式宣布，要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认为日本这是保护措施，违反 WTO 协议内的经济基石的原则。 일본의 세계 품목 수출 제한 조치는 일본 정부의 강요급 인사들이 수차례 언급한 데서 드러난 것처럼 우리 대법원의 강제징용 판결과 관련된 정치적인 동기로 이루어진 것입니다. 陆明熙表示，因为南韩是智慧手机晶片甲荧幕的主要供应商，日本的出口限制造成全球经济真严重的不确定性。南韩政府向 WTO 提出诉讼了后，解决争端的头一步会要求甲日本进行协商，要求取消出口的限制。但是有关无法度解决问题，会个要求 WTO 专家组对案件来做出裁决。列系统报道。咱热天时啊，上惊河蚌加着得到天高热。不过，伫澳洲有科学家把一款菌放入到炭白蠓的身躯内底，互埃及斑纹失去传播天高热的能力。听讲这款方式也会当冻真久。为
为菲律宾甲越南世界拢能看到这种台湾也共款的画面。卫生单位人员摕着喷药机器，伫最高水长者可能积水的所在喷药剂来消灭天狗节炭病蚊仔产生。毋过看伫专家眼内，这种治标无治本的方法，浪费人力物力资源，效果也有限。以澳洲蒙纳士大学为主体一个专案研究，世界蚊仔计划 WMP 提出以沃尔巴克氏体这种病菌作为根本防治天狗节的想法。1924年就被学者发现，沃尔巴克氏体是一种会影响虫卵生殖能力的病菌。WMP 研究团队的想法差不多是安尼。If a male insect has Wolbachia and mates with a female that doesn't, then the eggs she lays won't hatch. If the female has Wolbachia and the male doesn't, she would lay her normal number of eggs. They would all hatch, and all offspring will carry Wolbachia. When two insects that both carry Wolbachia mate, the eggs will hatch, and all offspring will carry Wolbachia. Over a few generation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carrying Wolbachia increases rapidly until nearly all the insects within a population have the bacteria. 也就是讲，以后这所在埃及版本这炭病蚊仔，所有后代拢失去传播天狗节病毒能力。过去有研究显示，对防治瓦拉利亚黄疾病这共款照着炭病蚊仔传播疾病有相当的帮助。研究团队先是为澳洲北部开始，慢慢将实验地点拓到越南等国。这计划想法是真好了解，沃尔巴克氏体防毒病毒能力有证据支持。毋过困难点就伫实验所在地民众对研究单位要放更较侪蚊仔，一开始有未少疑虑。埃及版本生命周期差不多2礼拜到4礼拜，毋过也能用伫真大数环境之下活1年。这是天狗节往往伫疫情舒缓了后，过年热天搁再度流行原因。而 WMP 研究团队的实验，目前已经进行到第3阶段。初期结果，互大家拢真满意。而这种透过种群控制来禁绝传染病疫情的方法，最后效果如何，也阁需要时间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国防的消息。国防部在今仔日公布到2019年国防报告书，也是蔡政府上任以来的第2本。除了强调到台湾的国防成果以外，也写到中国解放军因的军事动态甲战略。亲像中国解放军的飞弹对着台湾，是对着台湾头到台湾尾。国防部公布2档1版的国防报告书，2019年以和平保卫者做主体，虽然整体防卫构想依然是维持防卫构想，中定系组内容内面大篇幅介绍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搁头一届以大量图表的方式展现具体的内容。在安全威胁则凸显中共从未放弃武力犯台，积极对台军事准备，试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对我国防安全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针对中国军力发展，讲到以被动反击逐步走向主动先制，更加介绍中国军事3步行的阶段。国防经费增加，中国的国型飞弹的射程和涵盖范围，其中东方系列毋但是涵盖台湾，更加是到第2岛链的四周边，对印太地区造成威胁。中国大陆，那么它的能力已经超越第1岛链，那么即将走向第2岛链。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那么中华民国在印太战略角色当然就会更加提高。这个军方嘛头一届明确公布防卫构想示意图，并且区分滨海决胜、滩岸占地2阶段。嘛头一届将国军嘅消息澄清示意图纳入报告书当中，强调要及时回应。特别注意的是，报告当中采用总统蔡英文的相片，是这3档来上济，真有宣扬政绩的意思。国防部是强调讲，这拢是时度成果，敢若是忠实呈现。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香港反送中是到单已经3个月了，中国官方的态度有影是真硬。国台办在今日透早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公开邀请港独分子拜访台湾，甲暴力分子撇号，让台湾变作是避罪天堂。
香港政治秘书长王志峰一家人顶礼拜来台湾访问，不过早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伫例行记者会批评民进党邀请人是港独分子，这不只是无顾台湾民众安全甲福利，更将台湾加做避罪天堂。公然邀请港独分子访台，为暴力激进分子提供庇护，让台湾成为避罪天堂，为祸台乱台打开大门。伊批评民进党近期扮演真无光彩角色，想要搅乱香港，得到选举利益。而中国官方口中的港独分子，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目前人正伫德国访问，并且甲德国外交部长马斯会面。中国外交部同款，一直批评德国严重影响两国关系。公然同这样的人接触，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经向德方提出严正交涉。我要再次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中国官方极力将香港抗争看作是国内事务，不过黄之锋是将香港比喻成伫咧新冷战局势内底新柏林，呼吁德国政府向中国转达，要解决香港问题，绝对免靠武力，而是要落实真普选。Hong Kong is the new Berlin under the new Cold War. No matter sending troops or using martial law in Hong Kong are both not the way out. The only solution is let Hong Kong people enjoy the right of free election. 面对中国官方的炮火，台湾陆委会呼吁北京当局唔通袂顶袂当，就将责任撒互无存在外力介入。而伫台湾读大学胜利的香港学生，因为参加示威被控涉犯暴动罪，欢迎已经同意应假释出国读册。不过必须付新台票差不多80万的保释金。另外一名伫台湾技术大学读3年姓卢的香港学生，也得到法庭批准，应伫假释期间回来台湾继续读册。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除了有较硬的抗议行动以外，其他也有较柔性的。群众也组织伫咧举办世界杯外围赛球场，做伙来唱香港人家己创作的歌曲《愿阳光归香港》，展现要来追求五大诉求的决心。民众也打算用这款柔性的行动，一直来抗争落去。民众伫球场内底大声唱歌，初十暗时世界杯外围赛，真侪人来替香港队加油，而且伫场内甲场外嘛拢开始唱这条歌，要互各界来注意。这首《我愿阳光归香港》的歌曲，是一个香港专辑的音乐人所创作的。伫这几届反送中行动内底，这个音乐拢捌出现过。而且这暗歌声伫球场一直到街路，还佫有商场，包括伫新港城、甲黄大仙的广场，拢有民众摕手机、电话做伙来合唱，而且大声喊讲，爱政府回应五大诉求。甲英国反送中的行动常常发生激烈的抗争无同，这届香港人用柔性的方式，用歌声来表达因坚定的信念。不过3个月以来的抗议，警民之间捌真侪届来发生闹火的冲突，而且香港警察要加采购1万外支的警棍，互休班的警员嘛会当查。虽然讲是互休班的警员拄到违法状况的时阵会当阻挡，不过这个做法却引起质疑。喂，你而家休班同事要有嗰支警棍，係愛嚟做咩任務咧？你係咪叫佢喺休班嘅過程裏邊都要有喬裝啊，或者咩叫混入去某啲情況啊，甚至係積極主動去做一啲嘢咧？即係如果遇到兩班人喺度起哄嘅時候，有一個休班警員咁啱喺度，佢有一個裝備，佢可以咧即時地勸止到，或者係用一啲裝備咧去威嚇到兩邊嘅人咧。反送中嘅運動還未結束，到了9月11日，民眾繼續來發動世界唱歌。發起罷課的學生會嘛已經設13中秋的底線，要求香港政府回應訴求，若無有可能會升級抗爭行動。當港暗時，民眾計劃佇西雅山發起人鏈，還有民地已經申請15要發動大遊行，呼籲勇武派的抗爭者，還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做伙上街路。到時陣示威的頭敢會佫提懸嘛，互大家真關心。記者綜合報道。
死刑犯吴庆禄伫15年前，因为欠钱开，甲伊的共犯做伙杀死一对老翁仔某，在去年获医生认定是胃癌末期，所来拒绝治疗，也在这个月初7伫台中嘉罗培德病院来过身啊。2004年，因为欠所费，伫市场抬价的吴庆禄，甲未高的吕文生，锁定一对以收租金为生的姓黄的老翁某。侵入伊的住体抢劫，暗过抢劫无成功，事后就用刀啊将两人抬死。一开始就是说，我向你要借钱，那如果借不到的话，他们就要用强的。两人被判死刑定验，伫台中看守所服刑。其中吴庆禄107年，确诊得到胃癌末期，前一摆进出台中家家培德病院，暗过拒绝化疗。今年8月癌细胞脱开，9月7号伫安宁病房过身。到最后这一个多月前的时候，就是很痛，多重器官衰竭嘛，还有这个胃癌引起的嘛，然后那个有检察官也到医院去相验嘛。那家属也都没有异议。台中看守所表示，家属已经将遗体领回去。吴庆禄是今年第2个破病过身的死刑犯。今年4月，台南看守所死刑犯郭其山因为破病过身，要来等待执行的死刑犯今年为41人，剩39人。被关上过的死刑受伤人是伫台北看守所的陈世庆，已经关25年。其出是黄春秋的命案的被告，但一良23年，黄春琪73年。矫正署表示，因为台湾签署人权2公约，伫执行死刑进程拢必须慎重。记者综合报道。可能日后要食百里是有可能的哦。咱台湾人平均岁数搁在创新高，而且到了80.7岁。全国平均岁数上悬的是台北市，有83.6岁，上低是台东县是75.8岁，想不到两个县市竟然差别8岁。医疗技术一直进步，老人的照顾品质也慢慢受到重视。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内政部11号公布，1807年简约生命表，个人平均寿命上长寿的前3名是台北、新北甲新竹市，拢超过81岁。最后3名是屏东、花莲甲台东县，平均超过75岁。不过全国国民平均寿命提升到80.7岁，历年上悬。社福团体认为，东部比西部有较侪原住民加收入好，可能这族群得到的健康照护资源不够，造成东部平均余命较输其他所在。他们的营养补给品还有保健食品的使用，运动量不足的这些问题都一直是存在。台东县卫生局表示，台东县民众平均余命已经比10年前提升将近2.37岁，未来会在县内大病院提升重症医疗甲癌症医疗品质，导致偏乡离岛的医疗照顾，能够提升县民的寿命。从年初就开始，我们就引进这个像高医然后义大这个来协助我们一些偏乡或离岛的地区。虽然台湾人平均余命拢提悬，不过必须重视高龄人口的照顾。新北市11号公布，聚焦医护用3大面向政策，也利用无利用的土地建立老大人优先社区。结合我们的医疗、运动中心以及我们的安养，还有我们的产业进驻。甲资源丰富力度比起来，社区团体呼吁政府爱对东部高龄弱势族群投资更较侪照顾资源，有见城乡差距。记者综合报道。2013年，Google 伫中华起一个资料中心了后，今仔日 Google 搁再宣布，第2座的资料中心会起伫台南，也是亚洲第3座，投资金额也到数十亿。伫台南科学工业区占地差不多20.6公顷的土地，都是 Google 资料中心有定地，按算年底动工。这嘛是 Google 伫2013年伫中华县打造资料中心了后，伫台湾第2座资料中心，投资金额达到几十亿。不过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规定 ，Google 必须爱采购2成至5成绿电。台南市长黄伟铁烦恼讲绿电供不应求，其中太阳能板的核电强生案到即阵阁卡伫农委会，一直无消息。呼吁中央赶紧审查，若无恐惊会破局。没有那么多绿电来供应给 Google 的这个资料中心就没有办法如期的这个设置，剩下就是交给中央。
农委会企业署回回讲，毋是调工刁难，是审查资料无够完备，只要资料补交就会随审查。学者分析，因为资料中心需要建立真大的基础，电脑不停运算，毋若了水搁了电，你安怎降低用水用电量，一直拢是Google资料中心优化的目标。它大幅度的把物联网感测的技术，还有人工智慧的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整个在耗电量以及省水量的部分，怎么样能够大幅度的降低？不过学者表示 ，Google 资料中心建立了后，会大量运用5G AI 等技术，对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有帮助。数据库的资料，这都对于这个 AI 的发展其实是有蛮大的益处。要做软硬结合的部分，你要提供这些数据的资料的时候，其实它都需要有很大的资料库。学者表示，因应5G 的时代，未来资料中心会愈去愈侪，用水用电问题也是 Google 未来一大挑战。今年1月 ，Google 嘛捌宣布，甲台南买1000万瓦的热电，但是伺服器基板本身就真了电，未来用电的需求敢若会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在日本时代，彰化上界高级的酒家高宾楼，在2年了后也改做铁路病院，8年前封列做是关定古迹。目前已经修复完成啊！本地想要把这个古迹来另外运用，不过对外招商也已经流标世界。正对大门用茶做的迎宾大楼梯，涂骹阁是古早的西石仔地板。彰化关定古迹彰化铁路病院去年底修复完工，未来委外活化经营。不过，所有权人代替职工福利委员会今年招商已经流标世界。彰化县文化局认为，可能是月租金15万伤悬，互厂商唔敢来。那其实非常多人是有兴趣，而且觉得这栋建筑具有非常好的一个特色。那不过因为在价格租金的部分是比较大家是地方上是比较觉得偏高的。如果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招标出去的话，他们的表达意见是他们会逐次看这个市场机制来逐次调降哈。彰化县文化局表示，彰化铁路病院是1938年起的，原本是同人早的高宾高酒家，二战结束了后，互代替买落来，先改起做铁路诊所。1970年，佮扩大做铁路病院，开始1800多万修复完成。不过招商流标世界，代替职福会认为，甲租金无真大的关系。他们在做评估的时候，第一个当地的那个消费形态的话，单纯销售文创商品是没有办法支应那个开销的，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些相关的餐饮的一些设施，但是因为古迹就是没办法使用明火，这是他们第一个感到困扰的地方。代替职福会表示，已经甲国内真侪有名厂商协谈过。但是除了古迹的营运有真侪限制以外，建筑物的经济、当地商业形态、甲停车的问题，拢是厂商考量的重点。接落来嘛，甲在地业者接触，嘛有规划要做互剧组拍片，互古迹有更较侪功能，更较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竹笋上好食，毋但有换竹笋、绿竹啊，也加乌卡绿啊。另外，在台中雾峰的台头笋，也就是皇帝笋，也是真出名。农友也表示讲，今年雨水较高，皇帝笋的收成比旧年较济。若准是爱食的民众，就千万唔通失去一个好机会。农民用特别做的工具，将青色外皮卸掉，留白色较油的笋肉，这是太平的皇帝笋，是未少人爱食的美食。逐年的5月节了后开始大出，农民讲今年雨水较高，皇帝笋产量比往年较济。我们这个一节差不多2-3公分，差不多一只正常的差不多50-60公分，用起来差不多几两而已啦。皇帝笋生伫台里太平雾峰隔界山区，人工探种较恶，所以拢是野生的较济。农民时常爱拼性命采收，所以又搁合作斩头笋。今年过稻累尽雨济，皇帝笋毋但产量济，生了搁水。价销维持伫1斤100外块。伊拢生伫咧山壁面顶诶，迄无不管好歹土拢共款拢会生啦。天气你啊雨水济，伊就生较济啊。农民表示，皇帝笋食起来甜骨脆，有特别的香味，用水煮过较无苦味。无论是用炒的，或者是煮烧酒鸡，拢真好食，是未少人食歹拒绝的山珍美味。记者综合报道。看煞雾峰，咱来看屏东的潮州，有农民伫6年前开始种甜凉笋，发现讲在屏东这个所在真适合甜凉笋的生作。
唔啊用优先种植的方式，也邀请民众来做假日时的早餐人，咱也做回来看。一条又搁一条青意青青的甜莲笋，纤维有够油，食起来芳甜啊芳甜。陈景行讲，家己处理种的甜莲笋无毒、无含芹酸，采收落来直接生吃，气味上佳赞。好吃啊！即阵甜莲笋伫咧台湾主要的产区是伫咧中部，不过陈景行研究发现，屏东的日照也有水源，更较适合甜莲笋生长，采收期会使达到10个月。准公种了后，平均一支竹仔所生产的竹笋年产量达到80斤到120斤，当年平均的收入1分地就有10万到12万。我现在这一株采收完，大概50天以后。这个我们又可以采收一次，经济价值比较高啊，而且不用喷农药嘛，哎，不用什么农药啊，就是无毒农业啊。陈景行除了成功利用矮化技术，让竹笋唔好生甲遐悬，通好避过风台，佮利用农业废弃物做肥，创造循环经济，佮邀请民众到店来做假日农夫。我是属于假日农夫啦，因为这个不用每天来啦，他偶尔来巡一次就。我很鼓励年轻人下来，小农来种植这个，我很愿意辅导他们，把我们的经验做一个传承。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唔但对地力介好，佮会使增加甜莲笋的甜度，即阵佮较正做屏东新的农作物。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北市的信义区有成立一个3年的自乐帮社团，因透过耍游戏加社区营造，要互大家来知影讲，信义区唔但闹热以外，也有珍贵的趣味文化。自乐帮成立3年，驻点伫信义区，创办人吴阿宪、林志玉用社会设计方法，结合游戏甲议题，推出几多款实景游戏。互人看到信义区稳重版的历史甲风景。阮这个俱乐帮上大目标就是想讲，爱将这个大家变做所谓的这个创意公民，吼什么叫做创意公民？就是讲大家拢会当用大家的方法，大家的创意，去将这个伊身躯边的代志，也是人，变做较好，伊会当去做一寡工课，去互这个社会变较好。吴阿宪新主游熬观察，俱乐帮每一款游戏的卡本拢是伊设计，不管是历史的，甚至是政治艺术的，伊拢有材料。我们就想讲，阮每一款游戏拢希望讲，伊行的所在会当甲这个基地会当结合起来，所以故事嘛为遮出发。较到设计甲开发的林志玉，是甲每一个用心所想出的故事变做真正游戏。因也甲在地文书工作者合作讨论，虽然甲什么完全无共款的信义区原始风貌找回来，这种合作模式也已经过3档啊。做这个代志，不管是导览嘛，是做研究，唔是为着成就感。咱甲自主讲，咱家己要了解，会使搁较知影本来5分埔是安怎，伊是安怎行到今仔日，互人知影伊是一个卖衫的所在。俱乐帮希望培养更加侪创意公民，虽然路还阁真长，这3年也失败过真侪遍，不过因是愈挫愈勇，才法度行到今仔日。梦也未完成，不过正向着心中的理想，一步一步向前。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5度到36度，中部地区为24度到35度，南部地区为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5度。感谢您今日收看咱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看时间，咱再会。